創新機，積極圖強振翅飛，耶！咁又其實特區政府咧係好支持咧，我哋係殘疾傷健人士嘅就業，我哋係喺唔同嘅角度咧去支援。當然我哋呢個成個今日嘅活動就係由一個僱主同埋僱員角度咧去揾一啲優秀嘅個案出嚟咧，去俾大家一個鼓勵或者模板咧，等大家去參考。但係佢哋有更加多嘅挑戰，就係佢要克服本身嘅殘疾。咁喺屢屢嘅經歷挑戰裏邊咧，佢哋都克服咗呢一啲障礙。證明俾社會人士睇就係殘疾人士，佢哋亦同其他人一樣咧，都會可以係喺職場裏邊發光發亮嘅。呢啲一切嘅故事咧，都令到我哋一齊咧係可以編織一個美麗嘅香港故事。喺呢10年裏邊咧，其實咧我哋都係咧有10年嘅堅持啦。咁咧初心咧係未改變過嘅。咁始終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就係做一啲唔同嘅選舉啦。好似我哋呢個選舉咧係一路堅持去做啦。咁持續咧去推動咧傷健共融。咁亦都係咧落實嗰個平等嗰個就業嗰個機會嗰個理念咯。我相信不斷進步嘅社會係應該珍惜每一個有努力、有堅持嘅人才嘅。今日我哋可以聚首一堂，唔單止係表揚佢哋得獎者嘅成就，亦都係希望透過佢哋成功嘅故事，讓大家睇到殘疾人士一樣可以喺職場上面發揮佢嘅所長。得唔得獎其實都唔重要嘅，佢其實佢參賽已經係一個表達係嘛，佢肯勇敢企出嚟去為佢自己為傷嘅人爭取一種我哋嘅社會嘅認同。背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是你共我。感受真係覺得原來殘疾人士都有用，原來自己做嘅嘢係都有人見到，都係真係可以幫到大家同路人咯。唔好覺得自己冇用咯，最緊要係要就算好難嘅事，我哋都要一步一步去做，唔好放棄，最緊要唔好放棄。原來一直都有人陪住自己一齊行咯。雖然我好多嘢都係有限制，但係我總唔覺得呢個係我嘅結果，而係我另一個開始。咁我會更加鼓勵一啲同路人喺精神同埋心靈上嘅健康上邊咧，可以得到一啲嘅人去鼓勵。咁我好願意扮演呢個角色，令到社會更加和諧啦，同埋共融咯。只係需要咧社會俾一個平等就業嘅機會俾佢哋，令到佢哋咧可以咧個才華咧可以發揮。咁呢個活動嘅宗旨咧，正正就係我哋想表揚啦大家自強不息、積極向上嘅精神，同時亦都持續咧係推動傷健共融，落實平等就業，呼籲企業咧一齊建立一個包容共融嘅職場。今年因為我已經係第2年咧做呢個評審委員會副主席啦，覺得好感恩啦，因為我要確保咧所選出嚟嘅得獎者係以公平、公開、公信力嘅態度咧係得到認同嘅。咁我亦都希望咧再選出嚟嘅人可以以生命影響生命。其實殘疾唔係會影響佢哋嘅能力咯，反而係一個咧令我哋更加睇到佢哋嘅價值同埋努力嘅表現咯。我覺得支持傷健人士就業嘅企業咧係非常之有意義一件事，同埋佢哋非常之值得尊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哋要額外撥一啲嘅資源啦，喺公司設立一啲無障礙設施啦，同埋亦都要花啲時間咧去將一啲健全嘅人士同埋一啲傷健人士佢哋點樣喺一個空間裏邊去一齊合作咯。咁喺嗰個審視過程裏邊，除咗佢哋嘅工作能力之外，我覺得係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佢哋能夠釋放嗰個正能量。佢哋嗰個正能量咧，其實比我哋仲犀利嘅。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我覺得好多時我哋都會好容易俾我哋眼見到嘅嘢就去相信一件事，
我哋而家其實我哋睇唔到嘅嘢先至最 powerful。原來我哋嘅心智啦，我哋嘅內涵啦，我哋嘅處事，原來先至係最重要嘅因素咯。殘疾也可創新機，積極圖強振翅飛。支持殘疾人士就業，支持殘疾人士就業。下一個在職達人，下一個在職達人，可能就係可能就係可能就係你。